你吃还是那这水饺都太吃。我回去买点么子来，一吃一只高来公，人家跟我去探米了。也可少么子哇？今天叫你让外国走来着。哎喂，看你白相得开心的。我今朝就会修得来买河梅干，但是我带一知道这两样子，汽车浪向侪被人家吃脱呀。我自家1、2分吃着，来个啥？没，哎呦，我又把它杨梅干了。我那还米的哈。来呀，这两个都好不老痛的，还是味的太酱油了。不是酱油，这辰光吃个酸梅汤，还有橘子汁。那么来个一斤走吧？你搞啥到家？还是为自家打高尚了，你都还打有平头个。平头有关，一搞人家做个呀，那么来一道。一样的。来了呀，那哈，他米走啊？哎，打个么子我一样没吃。来了呀，有那也吃么子了海呢？豆肉中的，里向么侪是肉。那么来个10只。先买一只，还吃再来。149块啊你。来了呀，他米走啊？总之2分吃了哇。哎呦，一转来是拍发接待呀。包了一份生日的，肉没多的。米的呐啊！零的。来去1个月家。错的。那么149块还半3组啊？我个200呢。啥个代理呢？等我把这弄的。碰上搿种男人，预计蹲辣屋里向单边上，会不是一个人带神经的监狱里来晃晃。今朝5月2日出来之前，定会蹬脱子弹糠，上铺夹到了水里头要出来。商人晓得得还得一看啊，26块一只个冰淇淋，吃个人也没个。22块一杯个奶茶，看个人也发晕。啥个香水20罐，居然没一个。4开机作业里向只有2个营业员。再看看免费3个钟头一个停车场，只有1个人的专用电梯，还有3地20个工资。真的是忘记不节节讨该，浴帽里向只有一拉青，想着神经的第3概念，还是点头。哎呦，一旦子我第一次来吃蛋糕个地方在，搿子2个海里那位置侪空了海家 ，GDP 涨得再高，退休工资高得再多，还躺不来一双鞋子4天289。商业广场一搞主价，谁是传说当中的蓝普球？拿子3000块洋钿退休工资，一顶麦子1毛，谁要吃11天西北风？来了阳台浪向看看单工的树高，对于菜场多少收只有2把心来讲，这还当大公园的那个广告。